Welcome 最新一期全新未住嗱，都係和悅濱江，不過今次咧係講80方嘅3房2衛嗱。呢間屋咧可能有少少嘅缺點，但係咧佢有一個客戶抵抗唔到嘅優勢，就係價錢筍。Let's go！ 來了，全新未住嚇嗱，呢套咧和悅濱江80方3房2衛，咁入戶呢度啦，呢個咧飄窗做翻個鞋櫃，咁其實成個玄關咧都非常好用啊。咁而且呢個設計咧嗱非常好啦，跟住鏡頭睇到啦，當時咧已經用到呢種咧 LDK 式嘅廚灶設計，咁見到咧呢啲灶咧全部都係全新，畢竟係全新未住，而且咧好多人中意嘅南北對流大廳，通風效果咧係一流嘅，咁而且咧風管機當時都係膠標啦，嗱前面咧望翻花園亦都係比較安靜嘅，咁啱講到啦嗱3房2衛，其中一個房咧喺呢度，咁其實咧都要稍稍改造一下，不過咧最緊要都話啦價錢筍啊嘛，另外咧2間房加工位喺呢邊，咁而且光線見到啦都係好好向南嘅，咁主卧一樣啦，嗱帶主人套間，咁亦都咧兩邊有窗啊嚇，咁呢度咧大飄窗，咁呢度中間放翻大床，1.8米大床，3面落床都完全冇問題。呢邊咧可以佈置翻衣櫃，嗱成間見到啦，咁而家咧啱講到啦80零方，2球幾啫，絕對係最筍嘅全新未住，啱嘅快啲嚟睇下。